好，我要帮我儿子报户口。很好，我就甲爱后上报户口。很好，我就甲爱后上报户口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依萍，恭喜啊！孩子多大了呢？哇，真当然是啊！二品，恭喜啊！生出吉他呀！哇，真当然是啊！二品，恭喜啊！生出吉他呀！1个多月了，过完月啦！过完月啦！恭喜你哦！财富人丁都兴旺，恭喜的喏，财电两帮，恭喜的喏，财电两帮。还好啊，你们在60天内来登记，不然要被罚300元以上呢。家在迄人得60秒对来登记，那么会罚300块以上呢。家在迄人得60秒对来登记，那么会罚300块以上呢。依萍，你看，小孩长得像爸爸一样聪明，像妈妈一样漂亮，像爷爷一样勤奋耶。二品，迄样写字，从家出门从外讲，从外公更大病嘞。二品，迄样写字，从家出门从外讲，从外公更大病嘞。真的吗？谢谢。真的哦。落力，真的哦，落力。来，请你填写这张申请书，名字取好了吗？请很写的种申请时，命好好啊忙。请很写的种申请时，命好好啊忙。我们这边还可以领生育津贴补助1万元。俺人俩也被人个量生育津贴补助1万。俺人俩也被人个量生育津贴补助1万。有带身份证吗？入水身份证嘛，入水身份证嘛。有哦，在这里。有哦，这里啊，有哦，这里啊。张永志，张永志。总面地，总面地。哇，永志笑得多可爱啊！将来一定很聪明。面地笑得真当然写，后摆听出真高兴。面地笑得真当然写，后摆听出真高兴。我每天都跟他说好多话哦。我同意拢韩国讲真多事哦。我同意拢韩国讲真多事哦。每天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，我就开心了。同意养出鬼一年一胎，我是欢喜啊。同意养出鬼一年一胎，我是欢喜啊。阿公阿婆一定也很开心吧？阿公阿嬷听笑嘛真欢喜啦。阿公阿嬷听笑嘛真欢喜啦。他们每天一醒来啊，都眉开眼笑。贵人同意一场，拢坐小屁儿。贵人同意一场，拢坐小屁儿。第一件事就是来报永志呢。提这件事是为了产面的呢。提这件事是为了产面的呢。真好。对了，依萍，刚好我们附近的妈祖庙有在赠送宝贝祈福袋。真好，请啦，二片，拄好俺个秋坤的妈祖庙就咧送宝贝祈福袋。真好，请啦，二片，拄好俺个秋坤的妈祖庙就咧送宝贝祈福袋。等等你手续办完，可以去看一看哦。等下，等咱收收偏好，未准爱困夜梦下。等下，等咱收收偏好，未准爱困夜梦下。希望小朋友快快平安长大。希望小朋友紧紧平安大汉。希望小朋友紧紧平安大汉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落力，好，落力。这是最新的户口名簿，规费30元。你还挑新的户口名簿，规费30块。你还挑新的户口名簿，规费30块。请问你要顺便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请问，现在先刷骗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请问，现在先刷骗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好啊，麻烦你。好啊，麻烦很。好啊，
麻烦嘿，请你填写小朋友名字、出生日期。请写下小朋友的名，出生日期。请写下小朋友的名，出生日期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0234567889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0234567889。现在啊，我们都会同步通报健保局。你买，咱伊拢袂通铺糖报，健保Q。你买，咱伊拢袂通铺糖报，健保Q。它就会自动加保。过七个厝灯加保，过七个厝灯加保。小朋友是跟爸爸投保吗？没错。小朋友迄天也有投保，嘿无？冇错，小朋友迄天也有投保，嘿无？冇错。好，因为小朋友是第一次办健保卡，不收费。好，因为小朋友迄提100片健保卡无收费。好，因为小朋友迄提100片健保卡无收费。健保局跟我们有跨机关连线。健保 Q 和咱研究跨机关连线。健保 Q 和咱研究跨机关连线。2到3个工作天就会将健保卡寄到你家。2到3个工作日，七要甲健保卡寄到迄母下。2到3个工作日，七要甲健保卡寄到迄母下。请问是要寄到户籍地址，还是其他通讯地址呢？请问，迄套寄到户籍地址，也是配界通讯地址咧？请问，迄套寄到户籍地址，也是配界通讯地址咧？哇哦，这么方便啊！那请你寄到户籍地址就好。哇，银利片，请寄到户籍地址7号。哇，银利片，请寄到户籍地址7号。好的，这边也有注明小朋友是依附加保。好，咱也就知免小朋友迄天也有加保。好，咱也就知免小朋友迄天也有加保。我们资料都传送出去了。咱因资料能传送出去呀？咱因资料能传送出去呀？这里是健保局的服务专线。也是健保 Q 的父母专线。也是健保 Q 的父母专线。以后有什么状况，你只要报小朋友的资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道了。小孩就不该输钱，很只就报小朋友的资料，健保 Q 一查一地啊！小孩就不该输钱，很只就报小朋友的资料，健保 Q 一查一地啊！麻烦你点一下，这里是生育津贴1万块。麻烦先点一下，这是生育津贴1万块。麻烦先点一下，这是生育津贴1万块。这边请你签名。俩请喊签名。俩请喊签名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按7月钟啊！恭喜哦，二品。好，按7月钟啊！恭喜哦，二品。